哎呀，当初我说让你爸搬过来，你还不乐意，现在好了吧？我妈照顾多体贴，多周到。你怎么谢谢我呀？谢你也就算了吧，要谢也得谢你妈呀。什么叫算了呀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那我得怎么谢你？你怎么来请我吃顿饭呀？行，这不是事儿。改天我请你吃法国大餐。改天是哪天呀？就今天吧。哎，今天可不行啊！那我爸腿折了，一个人还在家躺着呢，咱俩出去吃喝玩乐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真是跟你妈差距不小，你好好跟你妈学学。再说了，要吃也带着我爸，那也得带着我妈。那咱还是回家吃吧。真没劲。咱妈真是一只体贴的狮子，心细的狮子。多吃点鸡蛋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虚情假意的拍我。您多吃点什么叫虚情假意呀？我这是真情实意的拍奶奶。我是发自肺腑的拍你。行了行了，甭拍我。您这2天挺辛苦的，真的，多吃点。吃点。哎，对了，金大哥，就今天您不是一挠腿，我忘了件事儿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您不是跑出去了吗？我不是追您去了吗？这时候正好我碰见我们这楼里的张奶奶了。张奶奶问我说：“你干嘛去啊？”我说：“您见着没见过一瘸子从这儿出去了？”她说：“啊，谁瘸了？”我说：“嗨，就是我们家亲家，他呀摔一跟头，把腿给摔骨裂了。”他说：“哟，那你怎么不找找樊大夫啊？”我一下想起来，我们这小区里啊有个樊大夫，是个老中医，哎，医术特别高，去到他那儿去查查去。去看看吧，挺好的。好。不用啊，我这腿好多了。对，哎呀，什么好多了？好多了也得看呐。这事儿啊，听我的，你没说话的权利。这是个机会吧？你好好让人专家给看看，多好呀！就是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啊？看病不花钱呐？不花，哎呀，都是邻居，人家不要钱。就是都是朋友嘛，挺好，挺好，真的。听话。来，爸也吃点鸡蛋，酸菜咸了吧？没有，哦，是有点咸。帮我关上。啊。爸，你不闷的，关门啊？爸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说。我明天搬回去住了。搬回去？啊。不是你搬回去干什么呀？你看我丈母娘现在照顾你照顾的多好，又给你熬骨头汤，明天还给你介绍老中医樊大夫给你看腿呢。你回去干嘛？就是因为他照顾的太好了，太无微不至了，这喝了几天骨头汤了，我这心里头不落忍，所以我决定搬回去住。哎呀，你看您还不好意思了。我跟你说没事吧，他妈这人跟小米一样，刀斧嘴豆腐心，说什么说完就忘了。不记仇，我也不记仇啊，那不挺好吗？你看现在相处的多和谐呀！反正我住在这儿心里就烦，你浑身上下不自在。爸，我知道你这心情为什么烦了，主要是你这腿给闹的。明天看着樊大夫，给你好好看看，你心情慢慢。别樊大夫，樊大夫的，你一提樊大夫，我心里头就烦，烦死我了。睡觉去吧，你让我清静一会儿行不行？不是，那你早点睡啊，明天我请半天假。回去睡觉去。你爸说要搬出去？嗨，我爸呀就那么一说，心里绝对不是真想走。我爸这人你不了解，特要强，就生怕这心里边亏欠谁的。你说这回不明摆着吗？亏欠你妈天大一人情。是不是？哼，我爸，我跟你说，就心里着急，以后不知道这人情怎么还了。你爸呀，就是一驴脾气。要么说我妈那招高明呢，一下子把你爸这毛给捋顺了。你骂我爸是驴？我就是打一比方。你打比喻也不能这么打呀，有这么打比方的吗？我跟你说，小米，现在我觉得你越来越不懂事，说话没有分寸。什么叫捋顺了呀？毛，
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我跟你说，你得尊重我爸，我爸人家那是王爷的后代。开玩笑呢，现在是落了难了，尤其在这个时候，我爸心里特脆弱，千万不能再刺激他了啊！哎，没那王爷命，还养一身臭脾气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不能那样啊！我可没那好脾气哄你。我跟你说，我顶多也就是一只宫里的兔子。你得了吧你！你就是那兔子啊，走着桥里面那只狼。那我也是灰太狼。雷总，上次给您发的那个新闻照片，您看了吗？看过了，就你那照片叫新闻照片，你该干嘛干嘛去了。怎么了？情绪不高，有什么事儿说说。你也该干嘛干嘛去了。阴天下雨啊，打雷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的，不要看电视了啊，尤其打电话，拿手机打电话，叭一雷下可以电视雷都可以，当然的了。哎呀，淑华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我买菜。哦，买菜去了。我跟你讲，雷雨天气。吴老师，您别跟我讲，您跟胡奶奶讲去，我这着急回家做饭呢。哦，好，哎，这人怎么这样？哎，胡奶奶，胡奶奶，哎，走了。金大哥。啊！金大哥还没起来呢。哎呀，我没起来呢。啊，那个刚才我买菜之前啊，上了趟樊大夫那儿，跟人说好了，约的大概说让他下午睡醒觉，咱们就过去，大概3点来钟，好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先睡会儿啊。啊，您先睡您的，回头我叫你。大妹子，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呀，这腿痒的我呀，哎呀，抓肝挠心的。太阳出来以后啊，我才睡了一会儿。你先让我睡会儿吧，我可能得4、5点钟以后才能起来呢啊。不是你，咱求人家的事，咱不能让人家等咱呢，是不是啊？你就先睡吧，回头我叫你。啊，再说吧啊！哎呀，我太困了。真够事儿。你跟我说说，你汇报汇报我工作，你这2天你都干什么了？这钱你给我要回来了没啊？我发现这人啊就得处，不处不知道，一处就知道。我现在看出来你就是一吹牛大王，什么说什么啊10几个人我要占我要第1，我看你是要倒数第1。你什么都知道啊？你还真倒数第1呀？哎呀，亏我那天还觉得我自己发现了一个人才呢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哎呀，急什么呀？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？再说你说别人欠你好几年了，你也没急，到我这急什么呢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早晚我给你要回来。哎，美美啊，我觉着吧，你以后别做这种普通的生意了，你得做点那个积德又赚钱的事儿。那个是生意，那都有坑蒙拐骗在里头，不积德。又积德，又赚钱。哎，咱开一婚姻介绍所呗。婚姻介绍所积德倒是积德，
你就是赚钱嘛，赚钱。哎，我曾经在一个婚姻介绍所，我那个登过记，他们跟我说，交2000块钱保护终身，到最后我就见了几个人儿，啥也没捞着。哎，是挺赚钱的啊。那行，那咱弄一个婚姻介绍所吧。那你说咱叫啥名啊？叫保田。啥意思？保证生活甜蜜呀，还。哎呀，不行，跟买西瓜似的。你再想一个。保成。哎，保证成。给。金大哥，起床嘞！差1刻3点了啊！咱得走了，金大哥，别让人家等咱们，要不显得咱不礼貌。您可不能再睡了，您睡这么多给睡糊涂了啊！快起来，走，看病去。我可见你了啊！您再不吱声，你不会又溜出去了吧你？嘿，我这。金大哥，哎呦喂，金大哥，哎呦，您要这么个睡法，您晚上还睡不睡了？这是，金大哥，您醒一行不行？金大哥，金大柱，我可挠了啊，金大柱，金大哥。金大哥，金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我打你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真……哎，妈，怎么了这是？不是，你看你爸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讲，就这么着一动不动。爸，你瞧，不是你俩喝酒了？没有啊。不是，那你怎么把我爸给弄成这样了？嘿，你这孩子胡说八道，怎么我给他弄的？你爸说他困了，非要睡觉。我说那您睡去吧，到点我叫您。这不我叫他吗？怎么叫都叫不醒，跟死过去了似的。你可别赖我啊，我可一点错都没犯。跟人家樊大夫约好了3点，到现在都不起来。爸，金大哥，爸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不会，这喘着气儿呢。爸。他就是睡着了，睡得才死了。哎呦，真没见过睡得这么死的。真是。哎，不是小亮，你爸这怎么个情况啊？这是，啊，这怎么会突然这样了呢？你说他会不会突然一下就变成植物人了？不可能啊！是没有这种先例过。我在医院这么多年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，不会的。不会啊。哦，那他这怎么？哎呦，我先赶紧给人樊大夫把那个预约给取消了。对，取消了。哎呦，真是你说。喂，樊大夫啊！哎，樊大夫啊，是我啊，王淑华。啊，我就跟您说一声啊，就我们家那病人突然一睡不醒了啊，怎么晃悠都不起，这也不知道什么毛病啊，所以这喘气儿倒是喘啊，对，所以就跟您说一声，我们去不了了，好吧，改天吧。对，好，谢谢您啊，哎，再见。樊大夫都说让咱们把他得送医院去，要不咱们打120得了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您总算是起来了。你看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怎么了这是？刚才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啊？我梦见一群弟兄们围着我，我说我得走了，我跟人家约好了去看病。
他们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”我说：“别管我叫大哥，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。”这时候我就听见有人喊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那就是我，大哥！我就想睁开眼睛，可我这眼皮沉呐，使劲睁啊也睁不开。哎呦，你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事儿，还有做梦这么摇晃都不起的，你说这是？好容易请的假，行了行了，别白请啊！我现在给那个樊大夫打个电话，咱现在过去。对，估计来。我又困了啊？不是，这叫什么毛病？这个？赶紧，你把你爸扶好了，这姿势多难受啊！是，没事。让他接着睡吧那。哎呦，我真是没见过这种病人。丫头，你快来救救爸爸！不是爸，您怎么了？出什么状况了？声音怎么都这样了？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我跟你说呀，我现在就像是瓮中之鳖呀，一不留神呢，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的小尾巴踩住了。今天太危险了，要不是我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我装死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老狐狸的尾巴就让他们给逮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您说清楚啊，您要是不管出什么状况，您可都得坚持住啊！小亮亮他丈母娘居然连痒痒挠都上来了。你看我现在要把你给接回来吧，小亮他们肯定是不干。再有呢，就是我最近特忙，真的忙得四脚朝天的。我还得出差。不是，你看要不这事这么着，等我出差回来，咱俩再商量这事儿，我再把你接回来，好吧？哎，就这么着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丫头，你这不就是见死不救吗？你说？哎呀！我回来了啊！忙什么呢？我跟你说的事儿，忘了没有？什么事儿？那个桑尼不能用。不是为什么不能用啊？你和人见过一面，无冤无仇，人也没得罪你。哎，用人事你别管了。那他有什么背景吗？没有什么背景，他好像来自一个小县城吧，还不是城里的，家是郊区的，好像啊，乡里的。那有什么来路啊？没什么来路啊，正常招聘。那就是了嘛。那你为什么不能把他辞了？不是，我为什么要把他辞了呢？我看他不顺眼，行吧？哦，你看他不顺眼就要把他辞了啊？那我看他顺眼，他是我的员工啊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不把他辞了，就说明你们俩有问题。王琳琳，你想哪儿去了呀？不能那么龌龊。哎，那好啊，那你把他辞了，哎，辞了就证明你们俩没事儿。吃饭。
大妹子。大妹子。不是你干嘛呀？嚷什么呀？这是。来，咱俩唠唠嗑呗。有什么话就说，还非得坐下，你可麻烦不麻烦呢？在一屋里头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大妹子，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个腿呢好的也差不多了，我想搬回去住了。不是干嘛呀？这怎么了？我哪得罪你了？我没伺候好啊？是怎么着？你给我有意见给我提，你别跟我这儿要掉脸子啊！不是我跟你掉脸子，我觉得吧，这伤养的差不多了，我自己都能溜达了，就不想给你添麻烦了。不是，那你打算给谁添麻烦啊？我跟您说，金大哥，您要真不想给我添麻烦，不打算给孩子们添麻烦，不打算给任何人添麻烦，您就好好的、踏踏实实把腿养好了。养好了之后，哎，您就是不走，我都得轰您走。金大哥该走了，别在这儿赖着，腿都好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这情况吗？现在给我踏踏实实待着，不许再提这件事儿了。我去给你接着熬骨头汤去。大妹子，这汤不能再喝了。怎么呢？你看啊，我住这些日子，我估计有2扇猪让我给吃光了。现在我喝完了汤啊，就打嗝，一打嗝这满嘴啊，一股子猪屎味儿啊。别说您，还真是，我就站那儿熬，我这些天闻的我都快吐了。那成，咱换口味好不好？啊，您想吃什么？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海里游的，自我能买得起的，咱好好补，换样。什么？您想吃什么？您说。白菜豆腐。不是您祖上到底是不是王爷呀？那错不了，我们家地安门还有大宅子呢。您甭提您那地安门大宅子，还大宅子呢？这2扇猪就把您给干趴下了，就想白菜豆腐了。就您这祖上，您能是王爷的种吗？顶多是给王爷看大门的。我也瞧出来了。啊，行，你说，除了我待会儿给你买豆腐去，你还想吃什么？糖蒜。哎，还是看大门的。您说点高级的，还想吃什么高级的？你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从现在起，绝对不许再提这件事儿，不了了。吃饭了呀？你没叫我一声？哎呀。咱们好长时间没到那个海边旅游去了哈。我看你天热哈，成天在家里，我看你也不愿意活动。要不这样，等我忙完这阵子休个假，咱们到海边度假去。马尔代夫确实好，但去过一次，再去没啥意思了。要不咱们去巴厘岛、普吉岛也行，你来定。啊？你不吃了？对，就吃那么点饭呀？你最近可越来越瘦了啊！啊，你这么瘦可不行，那到海边被大风再刮海里去。请问熊欣欣在吗？熊欣欣是谁啊？熊欣欣，大熊啊！哎，大熊，大熊起来了，有人找你来了。哎，小妹妹，大熊是不是骗你说带你去见剧组，什么导演、副导演有没有？没有吗？哎，大熊起来了，赶紧的，有人找你。大熊，人来找你了。那人干嘛？谁找我呀？就被你骗过来的小姑娘。啊？谁骗过来的？呀，这雪，你干嘛来了？
我路过，顺便来看看你。一直听说你工作挺神秘的。哎，神秘就都这样吧。啊，那个，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女朋友小雪。啊，行啊，李大叔。这个是你小米姐姐。小米姐姐。哎，小白哥哥。哎，那个是你玲玲姐姐。玲玲姐姐。来坐，这就是我的位置。哎，婷婷，这么坐。哎，谢谢。饿不饿啊？啊？饿。等一会儿就吃饭了。那还去吃肯德基？还去啊？我昨儿不是吃过了吗？我还想要那个哆啦 A 梦。你都有4个了。可是还缺2个呢。啊，今天一次能给俩吗？你犯哮喘了？不是，你说大雄都找着女朋友了，我差哪儿了我？你看上大雄啦？我是说，我怎么就找不着男朋友呢？丁玲，要不然我说你呢，你这人呐，对男人就是无所谓，啊，又挑三拣四，好像又很有所谓。现在是狼多肉少的时代，你要是不主动出击的话，那肉都被别人抢去了。你看，我跟金亮，我们俩人当初交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金亮不错，然后就好好交，发现他真的不错，这不就结了吗？你呀，就别再拧巴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哎，我是挺拧巴的。你说我是不是在这方面我有问题呀？小米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能给你找着一个，就还挺不错的。fighting。努力。呀，真先生啊，吴老师。呀，没什么了。哎呀，摔了一跤。哦。啊。淑华呢？啊？淑华呢？淑华不在，出去办事去了。哦，出去办事去了。啊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他。不是，他上他大姨家去了。哦。啊，说中午呢不回来吃了，在他大姨家吃了。哦，中午不回来吃。对对对。哦。哎，正好啊，我们2个人再喝一点酒啊，我整一点小菜来。不是吴老师，怎么了？我知道放在哪里啦。我知道。这个下午啊，我得去换药。对，腿坏了啊。对。腿坏了一定要注意的。是的。伤筋动骨100天。对。好好要休息。啊，好，我们改日再来。啊，好。你记住了，下次来的时候我带老酒。好的。你准备一些冰糖，再准备一些话梅。好的。要好好的休养。好的。哎，告诉他我来过了啊。啊，好的，再会。哎，再会。哎。谁呀？吴老师。啊。我说你上你大姨家去了，中午不回来吃了，他就走了。呵家伙，张口就给我整一大姨。你没有大姨，那我把她喊回来。哎，该，你去招他。我告诉你，招了没人给你做饭吃，饿死你。善意的谎言嘛。我看吴老师这个人挺好的，就是岁数大了点儿，这要是再小几岁啊。不是什么意思？您这是要年轻点怎么着啊？你别胡思乱想。我跟您说，就他这性格，你别说是个老头儿，他就是个帅小伙儿，也能让女的烦死。一天到晚就跟苍蝇见了臭肉似的。
确实不怎么恰当。你给笑的。中午想吃点什么呀？炸酱面。哎，还是看大门的。您把碗拿起来。谢谢您，咱能吃饭不这么大动静吗？可以吗？啊？烫。烫怎么了？我这个也烫，对吧？你不会这样，啊？晚一点儿，吹凉喽。怎么的呀？不能说呀？啊？你说就你吃饭这么大动静，你这么不文明，哎，你说谁愿意嫁给你啊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毛病必须改啊！不改你别住我这儿。你这把小孩尿尿呢你啊？那我一吹就出哨啊？反正不能出声。这个鸡呀，哎，这个香，哎，淑华，你好，吴老师，又出去买东西了啊？乌鸡，哦，又买乌鸡了啊？老鸡还没有走啊？啊，没呢。什么时间走啊？嗨，伤筋动骨100天呢，您算吧，这才来几天啊？早着呢。100天啊！哎，那要吃多少只鸡呀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又买的大骨头啊？什么大骨头？你们家大骨头黑色的？乌鸡。哎，我刚才上了趟中药店，买好些药材，待会儿炖一块儿，倍儿有营养。哼，你现在这待遇可有所提高啊！哟，这谁呀？开会呢。得，你们俩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你们别，我可不想当电灯泡。嘿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呦，哎，你几点下班啊？随时，稿子刚写完。走吧。咱俩今天出去吃吧。那可不行，那我爸这腿还没好，在家躺着，咱俩哪能出去吃啊？我都多久没出去了？自从你爸病了以后，我都没说出去吃过饭。那也不至于非赶我爸这时候去吧？等我爸这腿好了的，啊，我就领你出去玩，领你出去吃。你爸不只有我妈在那照顾着呢吗？那也不行，别任性啊！不去拉倒，我自己去。正好同事约我吃饭。嘿，哪个同事约你啊？你管呢？行吧，那就我陪你去吧。怎么又在外头吃啊？不是，明儿你听妈说啊，现在这天你不能老在那种小店吃，尤其是那种小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俩拌凉菜，他都不好好给你洗，回去吃拉肚子了怎么办呢？那金大哥，您瞧见你养孩子干嘛？你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他早挂了啊！成，知道了，啪就挂。哎呀，不回来了啊，甭等他们了，咱吃吧。我先去把你那个当归枸杞乌鸡汤给你盛上来。哎，孩子真是，当初还觉得生少了呢。
来了，咱开房。哎，大妹子，你没事吧你？他没烫着我你？哎，金大哥，你怎么过来的？对呀，我咋过来的？哎，我拐呢？哎，我这拐呢？哦，我爬过来的。爬过来的？你怎么爬过来的？我给你演示一下。演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不是爬过来的，我是跑过来的，我好了！你看，我好了！金大柱，你个大骗子！你还我2身看那柴样，你属猫的吧你？你慢点，别烫着。你才属猫的呢，我要是属猫的，你就是属狼的。对，我是灰太狼。海带好吃，吃羊肉。哎，这海带太棒了，你尝尝这海带。啊。嗯。哎妈，怎么了？不会吧？什么皇亲国戚呀？什么贵族后裔呀？什么王爷后代呀？呸！你嫁的什么人家啊？这是大骗子！妈，说不定人家有什么苦衷呢。什么苦衷啊？什么苦衷能让他这么跟我玩苦肉计呀？他啊，害得我傻了吧唧，跟250似的。我天天我大早上起来上菜市场给他买骨头，我天天给他熬汤，吃了我半身猪了都。我早知道他是这么一人，我就应该往那骨头汤里撒点耗子药，我撒他一大把。真够狠的！我就这么狠，怎么着吧？我毒死他！真够可以！我跟你说，都闻所未闻。妈妈，你别生气，我爸确实是太过分了。我这样，我去问问他怎么回事吧。哎，算了，别去了。我得问问他呀。哎呀，别去了，妈。干嘛？哎，你就甭生气了呗。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！我每天这么伺候他，我给我神经病！我拿我当250啊？拿我当二傻子哄啊？你还疼不疼啊？能不疼吗？烫你一个试试！这都快起泡了，万一要起了泡呢？我怎么穿鞋呀？怎么穿袜子呀？人冲我嚷嚷什么呀？我又没骗你。我不冲你嚷嚷，冲谁嚷嚷？都是你非让他爸到咱家来住的，是不是你？你真够可以的。说实在的，这装瘸装的还挺像，弄得我傻子似的，我还真信了我，弄得我差点成真瘸子，知道不知道？是，你还笑？我去问问我爸怎么回事。太不像话了，哪有这么当父母的？真是没听说过了都。你慢点喝，你慢点喝。我跟你说，中午就这一杯。不是好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你长石膏怎么没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眼砸了。眼砸？哟，让人赶出来了啊？是吗？你吃饭了没啊？啊？
这又卖电话了？什么呀？您上次回来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要开一个婚姻介绍所，开成了，看没有？4部电话，这2部打，这2部接。当然，这2部有时候他也打。营业执照，宝成婚姻介绍所，怎么样？这名儿不错吧？宝成，准宝成。不是那个胖子啥意思啊？怎么还合上了，在我这儿？我说小薇啊，正式给您介绍一下，他现在是我的员工。他是你的员工？嗯。他能干啥呀？我那儿还卖着货呢，这出货进货全他一人包了，啊，还有这工商税务他全管，这电话也都是他安的。